谢谢我们的公主，有个机会让我上台表演。那金光师傅也是免费的呀，小时候就是免费的呀。今天他的笑容造成欠秋，再来一首一杯苦苦的酒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个今嘛算出名的啦，有咧上综艺节目的啦。的漫漫舞曲。好，你看这个讲话轻声细碎哈，无怪因翁听伊听干那命命哈。来，各位乡亲。